安，阮用新的心来敬拜上帝，阮只会来唱这时代。看那犹大是自义的神，众生徒预备召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的心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，在征战，我们用它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的要更新浇灌我们。这时代是耶稣时代，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。我们用都改变世界，这时代神的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约珥书2章28节。让我们再唱一次这时代。看那犹大是自义的神，众生徒预备召见他。少年人看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，万国万民都要战斗。耶和华日子将到，光明将除去黑暗，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这时代，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都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的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都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的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这时代，我们用敬拜征战，我们用到改变世界。这时代，神的要更新浇灌我们，这时代是耶稣时代。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；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；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耶稣，你能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；耶稣，你有
治伤心人。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牺牲祭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。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。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牺牲祭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然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。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。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耶稣，你能使瞎眼看见。耶稣，你能医治伤心人。耶稣，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牺牲祭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牺牲祭。耶稣，无人与你相比。今晚咱来唱。我们爱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
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虽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虽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照亮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虽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来呀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诗篇9章第1节。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。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。
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应允我说，当我歌颂你名时，你要除去我一切捆绑，让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平安与喜乐。现在我们要迎接新年的第一个主日礼拜，恳求天父，让我们能好好把握未来的光阴，去爱人，去爱神，并且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这些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再来唱一次尽情敬拜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。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，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，举起我的心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章16节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唱你的爱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公义审判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
但你却一再施恩典，一再施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谷地上苦痛。你公义审判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施恩典，一再施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西番雅书3章17节。现在让我们再来唱一次你的爱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谷地上苦痛。你公义审判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施恩典，一再施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，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的爱，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的主，紧捧我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即马互咱安静心来准备礼拜。
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即世间相款，着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、通欢喜、顺全的旨意。世间情人拢着点情，天生徛伫伊面前，无伫挂入世间俗事，逐项论点伊相思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，学了咱的上帝。咱来吟圣诗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学了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下。学了耶和华上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现在请坐。这是咱三角来启应，启应文第20篇，记载伫诗篇96篇。启应文第20篇，恁着向耶和华唱新的歌，着向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。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。
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恶恼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。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。百姓中的逐族啊，恁着将权能荣光归予耶和华，用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耶和华，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伫列邦中着讲，世界坚固，袂摇动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啦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即是咱搁来三个来念圣诗，圣诗279首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即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暝日我心神，少念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，互我有光明。请坐咧金泉手。主踮我心内，无惊吓自在。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。暝日我心神，少念你无停。你做我光灯。即是请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至尊至悬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，带领阮行过2020年。虽然阮有拄着真侪危机甲惊吓，总是风雨中有你的引带，
阮犹原伫患难中唱信心的歌。阮知2021年世界也受到病毒的困扰，阮求你的圣神降临，互身心欠安的有圣灵为雷，互病痛的人有圣神医治，互这世界搁一届充满健康的活气。今仔日是新的一届的中职就任，阮知受选的中职，毋是坐着你身边的大位，是要用搁较谦卑的心，甲教会兄弟徛斗阵。但是阮也无看轻家己，因为阮知上帝互每一个人有无共的恩赐，有的人有疼人的恩赐，有的人有温困服侍的恩赐，有的人有祈祷唱歌的恩赐。阮的受选是因为有疼阮的兄弟，但是阮出世以来就白白得到上帝赏赐丰盛的恩典。阮嘛要用信心，用遮个恩典来继续服侍。搁较重要的是，阮拢是教会的肢体，阮要伫即4年甲兄弟同心结连伫主耶稣。将来4年，牧师、中职甲所有兄弟要继续伫咧主的疼内底成长，要伫咧信仰中勇壮。阮在遮自执，同心伫你的圣所来敬拜，求你甲阮同在，互阮会使安静来领受你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上帝样高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样高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样高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使我平安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
即是咱三角来恭守上帝的话。首先，咱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34章18节。诗篇34章18节，耶和华33章18节，歹势，33章18节。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，看望伊的诸外的人。搁读一摆。耶和华的目睭看敬畏伊的人，看望伊的诸外的人。咱搁来看一位的圣经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4章16节。希伯来书4章16节，所以咱着好打就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赞。搁读一摆，所以咱着好打就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，做及时的帮赞。以上，正道题目是甲上帝亲密。阮请陈牧师。弟兄姊，大家平安。新的一年去开始啊！吼，咱感谢主，互咱伫旧的一年，咱拢平安过去。就是有遐尼平安，咱今仔日才有通好拢坐伫遮咧敬拜上帝。伫这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恁有想着恁伫今年要完成啥物无？恁伫今年有想要做啥物无？若是伫今年内底，恁想要完成一项恁毋捌做过的代志，但是即项代志，互恁的心中无平安，请恁毋好做。若是伫今年，恁想要完成一件代志，但是迄件代志互恁的心中充满平安，请恁去做。但愿上帝祝福恁。咱兄弟，今仔日的题目是甲上帝亲密。这个题目是伫咱的生活内底一直咧发生的，毋是咱今仔日才甲伊亲密。2020，咱就已经有甲伊亲密。以前咱嘛是甲上帝爱亲密。过来新的年，咱必须爱搁建立这个关系，搁较亲。互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得到完全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第2020，阮对伫阮的兄弟姊妹内底享受主你的恩典。阮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伫主的听内面。将主所赏赐互因的恩赐来荣耀献互上帝。我嘛有看见伫疫情的中间，兄弟姊妹认真顺服伫主你的面头前。我就看见真侪美好的见证，甲世界的进步。主啊，阮的心中充满感恩甲喜乐。伫今年的开始，阮要搁一遍立志，恳求主你教示阮，互阮会晓甲你搁较亲密，互阮会晓活伫主你的听的内面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。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，甲上帝亲密是咱应该的行为。
但是咱常常会袂记去。圣经提醒咱，咱人的身躯有血气。啥物叫做血气？就是咱的七情六欲。这血气会带予咱真侪好的享受，但换一句话来讲，嘛会互咱付出足侪负面的代价。譬如讲，你的心中，伫你成长的过程，你吸收的是无好的代志，你会怨妒人，你细汉的遭遇无好，你的父母用真侪迄个苦毒的心放伫你的内面，你想要赢人，但你确实无法度赢人，你想要比人较好，但是你确实无法度比人较好。所以你将你家己的性命一直扭曲。所以伫你的七情六欲内底，你有你家己真强的意识，迄个真强的意识，互你安那甲上帝分开。你讲牧师，你较会知？恁位兄弟姊妹，我就是安尼经验的。伫阮即个世代内底，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世代。伫阮即个世代内面，真侪工课是查某囡仔爱去面对、爱去做的。我相信咱这中间甲我岁数同款的人，拢有即种的经验。但是这真好，这互咱诚做咱熬做代志，有责任熬处理代志。但是换一方面来讲，咱承受较侪压力，承受较侪负面的物件。恁位兄弟姊妹，有一日，我忽然间清醒起来，我讲应该毋是讲我清醒起来，是我去互阮的查某囝骂，用妈妈。你常常将较早遐无好的代志，搁提起来讲，安尼对你无帮助。我确实有影。我虽然追求我要甲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，但是我常常互遐我过去遐影响我的物件拔掉咧。我感谢上帝拔掉我的物件。我无传互我的囡仔，因为我的囡仔指责我，迄种血气是毋对的。所以我做一个祈祷，我讲：哎呀，上帝，我常常忽略我边仔遐小确幸，我应该幸福的代志，但是我常常袂记起，因为我无活伫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内底。我活伫我家己自我的内底，所以我互我的血气安那拖咧行，我迄项也袂爽快，即项也看了足惨目的。所以伫旧年，我一直认真做这个祈祷，上帝啊，你互我去发现我身躯边遐水的物件，遐互我快乐的物件。伫这个时阵，我就去想着，我细汉若是真寒的时阵，搁出日头，我毋知安那会足欢喜。我捌甲我的爸爸讲，我讲爸爸，为什么冬天越冷，阳光越大，我就越快乐？你敢知我的爸爸安怎甲我讲？我的爸爸讲，这是上帝予你的恩赐啊！你看到冬天的阳光，你会快乐，这是你上界大的恩赐。这句话一直伫我的生命内底咧出现。这几日敢是真寒，我看这阳光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迄日去超级市场买菜，哇！一寡阮即辈的人，拢甲放伫桌仔内，迄个大鱼啦，
就是大蠓啦，那叫啥大衣啦吼，台湾话讲大鱼、大蠓啦吼，拢清出来。啊，为伊咧边仔过就甲因偷鼻一下，哦，樟脑丸的味道，我感觉足幸福的呢。迄味足久无闻到啊，我就搁遐偷鼻一下，足香的。我查某囝说：“妈妈足寒，你莫出去。台湾已经死几个人啊！但是我足想要出去闻迄个味。啊，我出去确实有闻到吼，足香的哦。我转来哪行，我哪微微啊笑。忽然间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原来我对迄个我祈祷的迄款，我讲我要对小小幸福。”都充满着敏感的心，你果然有赏赐予我。我闻到迄个味了后，我就感觉呐，足幸福，足快乐。咱兄弟姊妹，上帝实在足奇妙。上帝予咱伫四周围有足侪足侪，咱会当去满足。去幸福的代志。今日我要阁邀请伫新的一年，咱阁一遍来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检彩，恁已经甲上帝建立真亲密的关系。我知影伫咱的中间有几位兄姐，恁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。但是，咱阁一遍来做这个功课。伫约伯记内底22章21节讲，当你着甲上帝亲密，你就会当得到平安的平安，安尼福气嘛要临到你，福气嘛要临到你。这是约伯的朋友对伊讲的。两位兄弟姊妹，我真爱天主教的圣经写的这段。天主教的圣经伫这段伊写讲，请你甲上帝亲密和好，你的福气就要安那恢复。天主教的圣经伊的翻译我真爱。咱什么时阵离开上帝，咱的福气就减少；咱什么时阵甲上帝很亲密的在一起，咱的福气就安尼就恢复。做牧师的上界重要的就是一直爱甲教会的兄弟姊妹，甲上帝安那牵做伙。特别圣经班的学生，因伫主日学了伫5年进入圣经班的时，我就一直甲因强调。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必须爱甲上帝加做伙，因为你无法度家己发光。上帝是光，只有你甲上帝加做伙，你的生命才会当发光。我想伫去年2020的圣诞节，恁拢做伙唱一条新的歌，咱甲这条新的歌献予咱的上帝。伫这条新的歌的内底，两位兄姐有真认真的圣经班的学生去挑战，因爱背足侪台词，搁爱唱歌，嘛有只出现无甲2分钟的囡仔，因爱参加排演，就是小羊甲牧羊人。但是要感谢恁遮的父母，将恁的细囝带伫边仔，安静伫等。嘛有为北部、南部坐真久的车，转来参加咱的教会，因遮的大哥哥、大姐姐。检查恁讲，因转来扮演什么角色？一个扮演路人吼。坐喺迄个高铁会客室内底，
一个扮演伫高铁面顶坐椅仔咧困的。但是恁敢知，因两个准备所有的歌的和音，因是倒来唱和音的。伫这个剧内底，有真侪恁看袂到、看袂到，每一个人必须爱真认真去备办的。有阮袂晓做的道具，但是咱有会友亲自帮忙，将迄遐尼歹做的道具做好。恁兄弟姊妹，咱拢有看到迄出戏的演出，咱拢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细囝挑战成功。伫这过程内底，今年的跨年祷告会，因有几位青年来参加。跨年祷告会可能是这几年内底人上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真寒，确实真寒吼。来参加的人，阮阵立志讲，虽然真寒，人真少，但是阮今年的分享甲见证，要上界温暖的。大家认真伫遐分享。其实今年跨年祷告会，牧师的准备无了。阮所有当用的差不多1点钟尔，遐资料。但是咱的跨年祷告会是3点钟，所以邀请兄弟姊妹讲，恁大家来见证，甲咱的时间补满。真感谢上帝对因的见证内底，我感觉德堂教会有新的愿望。我嘛感觉阮会当退休啊，因为这个囡仔真正袂歹。这内底有细囝因分享，因讲因摕到剧本的时阵，因足烦恼的。也爱唱，也爱讲，迄拢毋是因捌做过的代志。有一个囡仔，伊为摕到剧本的时阵，伊开始每日祈祷，认真背，求上帝帮助因。搁另外一个青年见证，伊倚靠上帝了后，伊感觉家己安那？长大了，进步了，这就是咱教会一个活动内底迄个看袂到的信仰的财产。咱咧传承的，就是讲，要有青年伫服侍内底去掠到伊家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。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带互因进步，带互因成长。伫即内底，因无计较因扮演啥物，因若是计较讲我还无做主角，因就得袂到遐个祝福。不管因的角色重要无重要，因认真拍拼，然后因看到，哎呀，原来人的性命若是接伫上帝手中，是遐尼好。两位兄弟姊妹，迄个阴暗，因即种的见证，烧落每一个人的心。阮感觉迄暗真寒，但是非常的温暖。两位兄弟姊妹，2021年，咱爱建立甲上帝更较亲密的关系。请恁爱会记得这圣经在讲。恁甲上帝亲密好好，恁的福气就要安那得到恢复。恁的福气就要得到恢复。恁位兄弟姊妹，牧师一个习惯，我真无爱甲恁讲，
恁来信上帝，恁会当领受足好的。上帝要将啥物真好的物件互恁？信仰的建立，毋是甲一般民间宗教拜拜迄款有求必应。基督教的信仰真特别，咱拢承认人伫世间必须爱去经过逐种的境遇，咱无消灾避祸，但是咱有啥物？咱有上帝甲咱经过，这是咱基督教信仰一直强调的。毋是上帝无消灾避祸的能力，是上帝要你看见伫逐种的境遇，伊奇妙、奥妙、极其宝贵的作为，要甲咱包围着，互咱去领受。恁若是过去的生活，恁无安尼经验，咱伫新的一年，咱来建立。互咱甲上帝亲密，当你甲上帝愈亲密的时阵，你的七情六欲，你的自我，就慢慢啊减少，慢慢啊减少。你所看到的会无共款，你所体会生活嘛会无共款。我常常咧想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的上帝若无看到我，要安那？我是一个牧师，我的上帝若是无看到德堂教会，要安那？所以我承认，我必须爱完全来倚靠我的上帝。弟兄姊妹，咱来看上帝要看什么款的人，上帝会注意到什么款的人。上帝目睭看到的人是敬畏伊的人，上帝要看安那仰望伊慈爱的人。你兄弟姊妹，伫万人当中呢，上帝伊保证，我连恁的头毛我拢算过啊。但是上帝伫遐尼侪人的中间，伊会甲什么人抱起来？我常常看到咱教会即阵将来的盼望吼，即阵上细汉2、3岁囡仔，有的囡仔足古锥的，伊只礼拜了，伊就走，就揽咧，牧师。有的囡仔看了我就，我不要看你。啊！你叫是真正不要看你吼，我就讲好啊，我也不想看你，要啦。原来伊用另外一个态度咧表现，他要我看他。这囡仔走来的时阵，我就咧想，上帝讲咱爱亲像细囝安尼，甲伊的面头前。所以咱礼拜日来教会，是毋是安怎？嘛是爱像这个囡仔迄款遐尼快乐的心吼。礼拜日我上爱看啥物啦？上爱看钟善之，伊礼拜教会拢用跳的，啊笑眯眯吼，啊较大汉啊吼，啊看到我嘛走来揽，啊其实会动啊呢，揽咧伊骹阁是啊跳起安尼吼，我拢算缀栽落安尼，足快乐的。我相信上帝伫一群人的中间，伊一定大先看到即款行为的人，也毋是。所以，咱爱真做即种的人，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咱来敬畏上帝，咱来仰望上帝，我来抱咱来抱着即种的心，来领受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的恩典。那兄弟姊妹，我头拄仔有甲咱分享讲，阮真无爱讲，你来教会。你会当得到啥物？得到啥物？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若用即款的态度甲上帝亲密，
咱一定会当得到平安甲福气。真趣味，因为咱基督徒上后讲的就是平安。但是你知影这平安到底咧讲啥物无？啊，我知啦，就是拢无发生歹的代志。这个平安就是互我今天很快乐，一切就这样经过。但是咱知，上帝咧讲的平安是十全十美。伊咧讲的平安是你甲家己会当和好，你甲人会当和好，你甲上帝会当和好，真趣味吼！可能恁这细汉的囡仔，恁也想无，为什么讲人甲家己会当和好？当恁大汉，你就知。人上较困难的是甲家己和好。你明明都足想要做好的，为什么你会走出遐尼歹听的话出来？你明明都足爱伊咧，为什么你会用足恶毒的话去伤害伊？你明明都足疼你的囝，但是你为什么会甲你的囝讲出遐尼歹听的话？人要甲家己和好。是足困难的代志，总是上帝伫这圣经在甲咱讲：你若甲我亲密，我要互你得到平安。这平安是互你家己、互你甲别人、互你甲上帝和好。然后咧，伊要将福气互你。福气毋是嘴讲讲的，而且这个福气伫希伯来文内底是礼物。这个礼物是物质的，是你摸会到的，是你用会到的，是你食会到的，你看会到的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建立了后，你的精神的生活就是平安，会足好势的。你的物质的生活会安那领受足大的祝福的。这是上帝互咱基督徒上界大的恩典，上界大的恩典。伫看练祷告会迄暗，有一个囡仔，我习惯讲的囡仔其实是青年啦吼，即咱头前即个青年。有一个青年做见证。伊参加球队，逐礼拜日伊拢请假，请假要创啥？转来教会做礼拜。但是伊毋敢写回来做礼拜，所以伊拢甲写家里有事。若是咱想这囡仔足甘心啊啦吼，礼拜日。拢会当好好啊，转来做礼拜啊。但是这囡仔伊无安尼想，伊感觉伊的心内足挣扎的。伊讲：我是安怎毋敢承认我是转来做礼拜？所以伫顶几礼拜，伊就开始写回教会做礼拜。当然，伊安尼承认了后。伊会当听到一寡两言两语啦吼，但是伊感觉家己足喜乐的，伊伫人的面头前承认上帝，伊伫人的面头前尊重上帝。上帝讲尊重我的，我就尊重伊。这个见证，互我想起几年前，一个甲你读同学校。甲你参加球队，但是我毋知你有同款的球队无？一个青年，伊嘛捌做过即种的见证。这个青年，伊礼拜日一定转来做礼拜。伊毋捌参加球，伊礼拜日教练要练的时间，伊拢毋捌参加。所以这个教练
对伊无欢喜，互伊坐冷板凳。要比赛的时阵，拢无互伊去咧比赛。着伊着要参加车队啊，伊礼拜日着要转去因教会做礼拜好啊，你着踮咧遐坐着好。有时节人数无够，迄教练无法度讲，无你去咧。伊去咧拍了，迄个教练惊者讲，这都规堆上后拍的咧。迄教练才知影毋对。后来迄个教练甲伊讲，哇，你上帝阁真牛呢吼！你礼拜日拢无练，你阁拍比人较好。咱兄弟姊妹，这是咱的青年，伫上寒寒冷的暗暝，伊讲出来伊的心路的历程。伊的顶一代嘛，共款一个大哥哥安尼做。我要甲恁讲，安尼做的，恁拢得到大大的祝福。上帝对咱的保证，甲我亲密的人，我要互得到平安，得到福气。敬畏我的人，仰望我的人，我的目睭拢是看伊。我要抱伊条条，我要祝福伊，我要甲伊同在。上帝嘛甲咱讲，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；藐视我的，伊要受看轻。咱们兄弟姊妹，咱爱紧紧把握。我真爱这句话，咱必须要尊重咱的上帝。我嘛真爱天主教的圣经所写的，伊讲只有那光荣我的，我才光荣他。你的生命若要得到荣耀，你必须要荣耀，先荣耀你的上帝。你的上帝才会当互你得到荣耀。咱兄弟姊妹，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细囝得到这款的把握，得到这款的信仰的经验。因掠条是一个真正确的生活的态度，甲生活的方法。甲上帝亲密，就是基督徒上界正确的生活的方法甲态度。咱们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倒转来约伯记22章21节，这个圣经才是约伯伊失去所有一切，伊规身躯阁生烂粒仔的时阵，伊的朋友来甲伊讲的，伊讲你要甲上帝和好。其实艰苦的时阵，检测有人拢会安尼甲咱讲吼。你着爱倚靠上帝，我着足艰苦的啊！上帝较会互我安宁。艰苦过的人，拢知影迄个心情。迄个时阵，约伯有一个态度，是我家己咧艰苦的时阵，我超找到的。咱伫新的一年，要用甲上帝更较亲密，这个来立志做咱生活的态度，咱必然嘛经验到即款的代志。约伯甲伊的朋友回答讲，伊讲我往东行，遐无上帝；我往西去，上帝无伫遐。我往南要去看上帝，看袂到；我往北要见上帝，见袂到。总是这个代志经过了后，上帝伊要互我亲像真的金落伫火土内底，锻炼了安那，更较顺。更较水，更较金，这是约伯的信仰。咱们兄弟姊妹，咱们兄弟姊妹，检采这个礼拜了，恁立志，我要甲上帝更较亲密。但是你的心着急，你讲，迄个平安伫倒，迄个祝福伫倒？
请咱会记得约伯这个回答。虽然我拢无看到，但是上帝必然会互我呐，亲像真金落火土。咱兄弟姊妹，要甲上帝亲密，有4个生活的习惯甲态度，咱必须爱有。这个4个生活的习惯甲态度，我讲几啊摆啊，咱过来复习一下。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。这4个生活态度是每一个基督徒逐日拢爱去想到，追求良善，吼！天主教的圣经吼，足水的。因为我最近足爱读天主教的圣经，圣经的版本吼，翻译拢无啥物共款。你会当练习对咱读和合本、中文译本、英语的，吼，你若咧读原文嘛是会使的，吼，还是去看天主教的圣经，追求良善，常常欢喜，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上帝。这是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4个生活的习惯。天主教圣经追求良善，翻译甲好由我来，甲你四周围好的物件由我来。弟兄弟姊妹，咱爱会晓将好的物件由来咱的身躯边，甲遐无好的物件安那，甲伊澹掉，亲像咧大扫除安尼，无简单呢，无简单哦。因为你要将你心内遐无好的物件澹掉，哪亲像咧烫壳咧呢？无简单。但是上帝讲，照着这4项的功课，咱有法度安那，甲伊亲密，搁较亲密，直到咱甲伊见面的迄日。上帝是看到咱就讲，你来了，我在等你。安尼毋是足幸福的吗？爱记咧这4个功课，将好由来咱的身躯边，常常心爱欢喜，祈祷无煞，一直祈祷，凡事感谢上帝。这种是咱基督徒上界基本的功课。咱若袂记的，咱甲写咧，亲像千玉，伊为着要演迄出戏，甲剧本搭伫伊的浴室。我相信伊的浴室内底嘛有便所啦，啊，是毋是连咧上厕所都安那看呢？吼，那背。咱嘛甲这4个金句吼，咱甲伊藏咧。放伫咱逐4月看会到的所在，常常会记咧安尼生活。最后，我要甲一个真福气的生活的态度送予咱各位兄弟姊妹。新的一年，牧师要送你做礼物。你逐早起困醒，你拢创啥物？你讲牧师刷牙洗脸啊？每个人都知道，哦，若曾牧师是先啉咖啡啦。你逐日困醒创啥？你困醒目睭闭金的时阵，你倒伫面床顶，你会当真欢喜，讲：哎呀，上帝啊，今日阁是新的一日，你互我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今日我要阁甲你领受。新的恩典，新的怜悯，然后我要勇敢出去面对我的工课，我爱做的代志，因为我知，当我安尼领受的时阵，你已经做我及时的帮衬。少年囡仔听无及时，
就是随时的帮助。上帝应允咱的，要做咱每一时每一刻的帮助。你的爸爸妈妈嘛做袂到安尼。这圣经才太遐尼水咧。咱大家过来看一遍。每一日天光目睭擘开的时，咱就甲上帝讲：听我的上帝，我要好胆就近稳定的宝座前，我要领受你的怜悯，我要得到你的稳定，做我今仔日及时的帮助。上帝稳定人子每一日拢是新的，绝对互你用袂了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你爱阮，甲你较亲密，你爱阮，用阮的表现，互你看见，互你听通。你爱阮，尊重你，你爱阮，每一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领受你的稳定怜悯。你爱阮，将阮当作你的宝贝。你随时随刻拢伫阮的身躯边咧帮助阮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要将你的应允深深刻伫阮的生命内底。阮要安尼领受，阮的一生要伫你的平安福气的内面。阮安尼祈祷感谢，奉主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个来吟圣诗，应等上帝听。咱来吟圣诗226首。阮担伫主圣殿，要行就一礼典，罗幕恭敬伫主面前，入世做你找用，请起立吟全首。入世
这请坐。要先放下。咱的教会伫旧年的年底有改选新任的长执，咱有选出4个长老，佮以及7个执事，也有新选出新的妇女团契会长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，因要伫上帝甲人的中间过一摆，来个别因所接受这个教会的职分。咱首先来请咱4个受选的长老来到台前来誓约。请咱起来徛伫台前。来，请庄老师你徛过这边，好无？庄老师你徛过这边。这碟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，要来奉立以及设立这4位的兄弟做教会长老。伫旧约的时代，有长老、祭司、利未人。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。伫新约的时代，也设立智慧的长老，甲侍奉上帝话的牧师，三甲劝告上帝的教会。长老的职务是要甲上帝、甲牧师同齐治理教会，探访患病的人，鼓励领心的人，教育少年人，引带求道的人。造就会员的信仰，做信徒的模样，若受交代，通代表同会参加中会、总会，都无教会发展。这时，陈忠胜、陈英宏、林秋杰、曾主席。恁4位受选才做新任的长老，请恁伫上帝的面前来回答下面誓约的问题。但恁要领受长老的职务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？恁有确信新约甲旧约伫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做恁的信仰甲恁即任唯一的根据也无？恁有接纳四道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也无？恁欢喜做德堂同会的长老，尽忠尽职来服侍教会，尊主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，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。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也无？长老是体做上帝的话，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来管理也无？请德堂教会的在职会员会友，请起立。下面是恁的誓约，恁已经选这4位来做恁的长老，恁有诚心欢喜接纳因也无？恁愿意照教会法度治理教会，恁着因若照教会法度治理教会，恁着欢喜承认来顺叹，恁愿意照安尼来做也无？恁着尊敬因，体贴因，替因祈祷，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，爱恁得救，爱恁得到帮赞，互恁会通，互因较为尽长老的职分，恁愿意安尼做也无？
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、设施、会友甲长老中间两方设施，若有人有失错，应该就来交代小会来治理，毋通四界报扬，妨害教会甲上帝的名。恁愿意遵守安尼也无？来，请曾主席、长老来，请你来伫即个所在。跪咧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曾主席兄弟受你所拣选，伫众人甲你的面前，要接纳你所赏赐伊长老即个神圣的职分。愿奉爸囝圣神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德堂教会的官兵，愿奉立伊真侪教会长老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我嘛伫你的名的内底，愿做伙欢迎这四位的同工，伫上帝你的圣工的顶悬，做主你的奴仆，代表上帝，用你的话，用你的圣神来治理教会。主，我嘛伫你的面前来恳求天父上帝，你设立另外这三位的兄弟，手吉长老、延凤长老、忠诚长老。主，愿你通过因四位，互阮做牧师的人，甲因同工，也甲上帝同工。也愿上帝你接纳阮伫你的面前，对今仔日所组成这个小会。愿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伫阮的中间，无离开阮，互阮堪得做上帝你尊贵的祭司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起来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德堂同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四位正做同会的长老，来协助牧师，煞通知所有教会会友知，这个职分已经照着教会的规矩来交代恁四人。当圣神设立恁做教会的长老，恁就照顾教会的上帝教会的羊群，监督因，毋是出于勉强，是因为欢喜。做羊群的模样，就大牧者显现的时，也要得到未败坏阳光的面流。上帝欢喜咱组成的这个社会。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上帝甲咱三合地地。恁请得就做，会友请坐。这时，咱来请新受选甲新受选的7位的执事，请来台前来誓约。请恁徛到这摆，免客气，吼，免客气。小可较过来处置者。这碟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，这7位要设立因正对德堂教会的执事。起初教会有设立7人来办理教会的事务，咱也经人协助牧师甲长老。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，请恁7位来
回答下面誓约的话。恁当要领受接受的职务，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？恁愿意做德堂教会执事，就爱忠诚尽职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上帝的教会。恁愿意安尼做也无？教会头就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以做主。就既然关系教会的事务，就我靠伊来设法，恁愿意遵守安尼也无？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请德堂教会会友起立，下面是会友的誓约。恁已经这7位做德堂教会责任的执事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？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务，恁就尊敬因、疼惜因、替因祈祷，恁愿意安尼做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，既然双方有失错，应该通知教会小会来办理，唔通四界褒扬，妨害教会的名以及上帝的名。恁愿意安尼约束家己也无？咱当心来祈祷。耶和华阮的上帝，阮有照你的规矩，伫教会中间遵守选举，得到7位，亲如早时你设立7个人，伫初代教会来办理教会事务。愿感谢你赏赐这7位。正到德堂教会责任的执事，愿伫你的面前为着你所设立的执事，愿对心中欢喜，因为教会的事工得到交代。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神踮伫因的内底，互因真侪上帝你的罗卜，真侪小会的帮赞，真侪兄弟姊妹生活的模范甲见证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圣神将各样的文书放伫因的心中，互因各尽其职，甲教会同工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保守因，伫因服侍教会的过程，设施若拄着黑暗关系的攻击，求你保守因，亲像保守目睭人，因为因若得到攻击，就亲像教会得到攻击，主你保守因，就亲像你保守阮的小会。恳求主你，互因穿圣神的军装，精神好的精神。主你照顾因的生活，照顾因的家庭，互人知主你的罗卜的家庭也是主你保守。愿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德堂教会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德堂教会的执事，煞通通知所有德堂教会的会友知，这个职分已经照规矩来交代恁。当恁受设立正做教会执事，协助牧师长老，恁就存清气的良心，办理教会的事务，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。阿门。咱来请教会小会员代表教会来接纳7位的同工，正做咱的同工。
有你们真好，请为坐。请坐，请坐。咱来请郭玉玲姐妹来头前。什么人？哦，还有喜德团契的前的会长吼。即届咱继续任，咱继续好无？喜德团契会长是。疫情的关系，去年中国做给你这个做经理。萧红姐、郭依玲，你受选做妇女团契会长。萧红姐，你伫喜德团契，恁才做上帝的工人，伫团契事工顶悬来尽心尽力，伫上帝面前来回答牧师所问恁这两个问题。你要领受依玲，你要领受妇女团契的会长，红姐，你要领受喜德团契的会长。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明也无？恁愿意领受这个职分，对头一日到结束？恁愿意倚靠主耶稣基督，独独尊伊做主，尽恁的本分也无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赏赐阮的教会有最团契，特别伫你所可成的这个妇女团契，你有经依琳做你的查某囝，也做你的老婆，来有份伫妇女团契这个事工。你也互红姐对过去到今仔日，有新的一年，愿恳求天父上帝你帮赞，互因两人伫团契这个耶十日的工作顶悬，做出你欢喜的工人。愿恭敬为因来祈祷。求上帝你赏赐因智慧以及敬虔的心，互因担当这个会长的职分顶悬，会通真侪正人的帮助，特别是互上帝你的名伫迄个团契中间受到高举。愿恳求主你的圣神保守因，互因手所做的工，通归荣光上帝，也利益正人。愿将因的家庭、因的工作，也煞交代伫上帝你的圣手。求上帝你亲自来保守，互因伫着我教会的事工顶悬，因的工作以及家庭也常时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愿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当我奉台湾基督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德堂教会小会官兵，设立郭依玲做德堂教会妇女团契会长，设立萧红姐做喜德团契的会长。恁着谨慎恁家己的生活，以及恁手所做的工，常常关心这个职分，尽力伫主的工来荣光伊的圣名。阿门。愿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也甲恁三甲伫地，请回座。所听也这伫今年，咱有两位的长老因退任，一个就是满70岁的淑卿长老，一位就是身躯有欠安的刘克龙老师，因两位有尽心尽力伫上帝所交代因的工作，互牧师以及教会得到真好的帮助。咱的教会要表达对因的辛苦。对心中的感谢，也互咱兄弟姊妹知，伫教会内底尽心尽力做工的人，因伫咱的教会，伫上帝的手的面前，要得到欢喜。咱来请淑卿长老甲刘克龙长老恁来头前，咱伫上帝面前对你来表达心中的感谢。
上帝祝福恁过去的日子中间，对执事到长老，为着上帝圣工所做的调拨，上帝的慈爱甲稳定，永无离开恁的心上。上帝祝福恁，现在咱感谢因，咱感谢因。感谢上帝赏赐咱真侪一间同心合意三条的教会，兄弟姊妹，咱就是一个教会，有你有我，咱才是一个完整的教会。今仔咱真欢喜有张牧师、牧师娘因对加拿大倒伫咱中间吼，因都脱离迄种一个被囚禁的14天。疫情的管理真欢喜因一出来了机会，甲咱做礼拜，咱拍波欢迎因。阁有是孙大哥你的朋友嘛？这两位伫恁苏旺的弟弟甲弟媳吼，咱真欢迎恁，嘛是对美国倒来吼，真欢喜恁倒来。敢有第一礼拜来参加咱的新的一年，愿上帝大大祝福保守咱吼。牧师真特别吼，伫跨年晚会那一天多病毒感染，所以安尼忽冷忽热，一直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新年吼。但是我相信咱人生就是会安尼，但是勇敢。上帝保守咱大家吼。咱来唱先奉献吼，下面咱教师会好啊，牧师小可今仔日来小可无啥清楚。就是请准备心来奉献。
还是请坐，平安礼来请陈牧师。两兄弟大家平安。头拄啊，牧师已经有介绍过啊吼。咱接续咱要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。啊，为着伫咱的中间啊，亲像依依，甲我，来依依来，咱来祈祷吼。还有一婷、义伦、谢坤吼，还有管会议吼，嘿，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做祈祷吼。听阮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你赏赐阮来到你所创造的世间，享受你所创造的水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伫阮生日的时，我们纪念你的恩典，甲你的疼痛。也恳求主，你的智慧、你的祝福，伫生日的兄弟姊妹的心上，互因伫主的疼内面，日日成长，享受主你的救恩。我们特别要将意义交予主你的手中，主带领伊读册中间主你的神，日日充满伊，互伊会当明白智慧在力，互伊的人生拢是主的故事的位。我将伊交予主你的手中，我们祈祷感谢奉主的名，阿门。咱青年主义吼，我头拄仔才看到，咱的椅也无恢复吼，也阁是迄个圣诞节的时阵，咱爱甲迄个标准的距离扭出来，所以咱一个礼拜后，请恁留落来甲迄个椅仔的迄个距离扭啊好，阁想煞甲椅仔做消毒吼，做消毒。咱来吟耶稣听你来做今年第一个礼拜互相的祝福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记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。看你黑暗关系，真光明高高。哦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弟兄姊，耶稣听恁。你看，侪人对恁讲，你遐尼侪人祝福我，感谢主吼！伫新的一年，但愿咱每一日拢经验到上帝遐尼疼咱。即是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拍开周报。顶周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周聚会，拜三祈祷会伫礼拜堂，拜五家庭礼拜暂停，拜六7点半青少年团契伫教育馆，查经班伫教育馆的2楼。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请庄主就长老，领诗请主日学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书献我本人甲吴素基执事，招待第2组爱餐暂停。新眼光读经票，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灵修。集体沟通，第一，本主日举行咱长老换入甲就任，执事甲干部的就任，请中级干部有备。咱礼拜
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，请大家中集留落来参加。第二，咱后礼拜圣餐礼拜，请有备心来参加。第三，咱要防疫情的扩散，做好自我的保护，配合防疫的政策。出席礼拜甲聚会，请挂喙炎。第四，咱为生日人祈祷。刘义义、林依婷、洪义伦、张世坤、廖牧师甲关慧玉，请为着以上的人来祈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请会计人员来更正。大道事项，第一，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来大道。第二，为着中华中华50周年曙光来大道。第三，为着身心欠安的单数、张婷、詹庆进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碧、吴彩云、洪玉基、庄仁旭、洪长元、刘克龙、洪在京、洪占素莲、曾燕全，请为着以上身心欠安的人来祈祷。第四，为着教会青少年好好的课业来大祷。第五，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大祷。第六，为着姊妹的教会来大祷，武林教会、集集教会，以及德克大亚教会，请为着以上的事项来大祷。这是咱来念上经的圣诗514首。打要散会求主赐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来辅助，欢喜跟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请起立吟全首，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。打要散会求主赐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。大家结连亲来辅助，欢喜跟对主脚步。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。阳光冠冕归主生命，总愿心志免惊吓。真理传播百倍修成，四过为主做见证。做主见证，做主见证，无论倒去做公正。教会分享对阮做起，所受灵阮那加添。阮的信心求主帮赞，那久那在阮无限。阮的无限，阮的无限，苦等充满通世间。阿门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愿上帝面光恩恁。愿救主耶稣基督恩典怜悯日日加添互恁。愿圣神时时刻刻甲恁相通运行伫恁的心中。阿门。